桂林雪茄产量大约650吨，今年要受风台影响大丰收，目前品质好的大白鸭一袋斤会当卖100块。市府南桥甲桂林公所23号联合召开记者会，宣传今年雪茄节好事来了，向前好事来啊！这活动要向大家展现产业特色，农民嘛拢踊跃出席，展现成果。今年的雪茄啦，产量还不错，伊的价位大家拢食会起，伊的口感真的很绵密，香气阁有够安尼。你著8月初10是咱的世家节，欢迎你著全国大家你著乡亲会当亲人来咱桂林。在七夕情人节那天，尤其我们有办了一个情人节的一个加码活动，我们在下午的13点14分一生一世，我们只要你凭着我们的情人的打卡照相打卡，我们就会在下午的13点14分来赠送小礼物，所以当天的活动舞台活动也非常的精彩，也有很多的一个集章的活动市长委托马校长替农民代言，提起拄采收要甲面变大的大麦仔，同时嘛甲业者做伙现场制作雪茄技能糕，也要做到大嘴食，会当看见雪茄技能糕旁边的吸引力，邀请大家七夕情人节迄天拢来林秀宫庙埕参加雪茄节。2024年适逢台南400，我们今年的释迦节也特别的欢迎大家，尤其我们今年的释迦节是在8月10日，就在七夕的时候，那一定别具这个意义。那也欢迎所有的恋人，你们的恋情都像释迦一样甜，都像释迦一样软，都像释迦一样好吃，所以一定要来归仁释迦节哦。其中一家鼎鼎有名的雪茄技能糕是因应这摆节日，全国独一无二研发的新口味，业者表示用料过程高工，就是要让大家吃到雪茄的原味。加鸡蛋糕，那是使用大木释迦去做的。那大木释迦里面会有籽，那为了做成释迦馅，我们用那个手工把它去籽完整，所以手工的制作上的过程会比较费时一点点。那本身释迦的甜度比较高，都不用加糖，所以吃起来蛮甜又好吃哦。记者会中，各级民代无论到场到宣传，场面相当的热烈，麦当看见大家为地方产业和谐大团结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